今天的任务是给外墙进行透明防水和外墙漆的涂刷。前天完成了抹灰工作，现在可以进行外墙漆的修复。在修复之前，我们先对抹灰下面进行防水处理。这个是可以直接在表面刷的透明防水哦。刷完之后，稍作休息，等2小时让其干燥。别看它现在是白色的，等它干了之后就是透明的。上去歇一会儿。睡了个觉，都12点了，赶紧下去把漆刷了回家喽。造就暢快日子，喧嘩中燒報紙，去寫宣泄定義。不知社會，不知世間發生着任何事。不給勸解，不給制止。